即係中國人咧對待呢啲叫大學畢業生咧好殘忍，甚至乎佢對待中國人都好殘忍。而家咧退休年齡就要延長到65，但係咧讀呢啲計算機科學咧，畢業出嚟係揾1蚊至到1000蚊嚇，咁大部分人1蚊係嘛？好啦，咁啊佢35歲嫌你老要炒你要裁員咯喎，咁你諗下啦，你而家當你21歲係咪20歲大學畢業定21歲大學畢業，做到35歲係嘛？你做14年，每年嘅人工只係得12蚊，12年就係144蚊係嘛？14年168蚊係嘛？你嘅人工只係168蚊，咁跟住咧到你35歲開始你要失業，你要捱餓到65歲，咁仲有你呢啲時間你冇錢供社保嘅，你65歲咧退咗休咧都冇任何社保福利嘅，你只能夠等死嚇、你呢個國家係咩國家嚟究竟嚇？你仲喺呢個國家讀書，邊度有前途啊？讀書係嘛？書中唔好話仲有黃金屋嘅。係嘛？不如早啲絕落，即係派傳單係嘛？即係送外賣，即係做跑腿好過啦，係嘛？即係講出嚟真係好陰功。